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一齊嚟探索嶺南地區一種好特別嘅植物雞屎藤。呢種植物喺廣東人嘅生活入面扮演住一個好有趣嘅角色。雞屎藤呢個名聽落可能有啲奇怪，但佢背後蘊含住豐富嘅民間智慧。舊時嘅廣東人發現呢種植物游說之後，會散發出一陣類似雞屎嘅氣味，就咁樣幫佢改咗個咁生動嘅名。講到歷史記載，我哋可以追溯到清朝嘅嶺南藥錄裏面已經有提到雞屎藤嘅藥用價值。嶺南地區濕熱嘅氣候令到先民好早就發現咗佢驅濕解毒嘅功效。而家等我哋睇下佢嘅文化意義。喺傳統節慶裏邊，特別係清明前後，廣東人家會用雞屎藤葉整成茶。呢個習俗反映咗嶺南人將藥食同源嘅智慧融入日常生活。作為一種民間草藥，雞屎藤嘅使用方法好多變，可以煎水服用，又可以搗爛外敷。呢種靈活運用正正體現咗嶺南人務實變通嘅性格特質。最後，我想講，雞屎藤雖然唔起眼，但佢見證住嶺南地區人民同自然環境相處嘅智慧。下次大家見到呢種植物，不妨停低腳步，感受下佢背後嘅文化故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再會。